夜晚嘅風輕輕吹過，你嘅心係唔係都有個角落想俾人撫慰下？我係雲兒，歡迎收聽輕撫你的心。無論今日你經歷過啲乜，快樂、悲傷、抑或迷茫，都唔緊要。喺呢度，我哋唔講大道理，淨係靜靜咁一齊傾下偈，一齊輕撫你嘅心。今晚雲兒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舊嘅歌，舊到可能你阿嫲阿爸嗰個年代都係喺收音機旁邊一邊做功課一邊聽，但係好奇怪，呢首歌嘅生命力強到離譜，每隔幾年總會有啲嘢將佢重新帶到嚟我哋嘅耳邊，好似一個老朋友咁，無論幾耐冇見，一見翻各種熟悉嘅感覺就翻晒嚟。呢首歌就係天各一方，曾路得唱，余爭獨白。今晚雲兒唔打算播呢首歌，亦都唔會逐句同你解讀歌詞。我想做嘅係透過呢首歌同你哋一齊，由人生哲理、情感同心理學嘅角度去睇下佢入面講嘅嘢，有邊啲係可以撫慰到我哋嘅心，又有邊啲係需要我哋鼓起勇氣去面對嘅。好啦，等我哋先由個歌名講起。天各一方呢四個字，你喺邊啲情況下會聽到？通常係分手之後、移民之後，或者係親人離世之後。總之就係兩個曾經好親密嘅人，因為一啲原因，物理上或者心靈上分開咗，生活軌跡唔再重疊。我哋首先面對嘅第一個現實就係，人生本嚟就係一場又一場嘅天各一方。我哋由一出世開始就不斷經歷緊分離，第一次離開媽媽嘅懷抱，第一次返學，第一次轉校，第一次畢業，第一次辭職，第一次同戀人講再見，每一次都係一次天各一方。你同舊日嘅自己都係天各一方，呢個唔係悲觀，而係一個客觀事實。時間嘅河流一路向前，冇人可以停留喺同一個渡口。但係點解我哋對天各一方呢個狀態會有咁大嘅反應，會有咁多嘅唔捨得、唔習慣，甚至係痛苦呢？呢度就要講到心理學上一個好基礎嘅概念，叫做依附理論。呢個理論話俾我哋聽，人類天生就有一種要同特定對象建立親密情感連結嘅本能。呢個連結就好似一條安全帶咁，當我哋知道呢條安全帶係穩陣嘅，我哋就有安全感，就敢出去闖，去探索世界。而天各一方意味住乜嘢？意味住呢條安全帶被剪斷咗，或者被拉得好長好長，長到你幾乎感受唔到佢嘅存在。於是不安感就會出現。你會唔會記得第一次同最要好嘅朋友分開，要去唔同嘅學校讀書嗰種失落？或者第一次拍拖然後分手，第二日瞓醒覺得個心好似穿咗個窿咁，嗰種感覺就係依附連結被拉扯、被中斷嘅生理反應，心跳會亂，食慾會減，甚至會失眠。呢啲全部都有科學根據。所以如果你而家係處於天各一方嘅狀態，無論係主動頂被動，無論係愛情、友情頂親情，請你先唔好怪責自己軟弱，唔好怪責自己放唔低。呢個係你嘅身體同心靈喺度適應緊一條安全帶嘅重脫，呢個過程需要時間。不過天各一方呢首歌並唔係淨係停留喺我好慘，我失去咗呢個層面。佢有一樣嘢做得好好，就係佢將思念同執着分開咗處理。呢個就係佢高明嘅地方。我哋好多人會將思念一個人同要同返佢一齊畫上等號。我覺得思念就一定要做啲嘢，一定要追返佢，或者一定要忘記佢。但係余爭喺獨白入面俾咗一個好唔同嘅答案。佢話我哋可能會撞返，會點頭，會問候，然後唔知講乜嘢好。因為我已經改變，佢都改變。
但係，咁其實又有乜嘢關係呢？我淨係知道，喺呢一剎那，我係想念你。呢幾句說話，其實係一種好犀利嘅認知重評。呢個係心理學裏面一種情緒調節策略。簡單嚟講，就係改變你對一件事嘅睇法，從而改變你嘅情緒反應。如果我將思念定義為因為我仲愛佢，所以我一定要得到佢，咁當得不到嘅時候，你就會好痛苦。但係，如果我將思念重新定義為喺呢一刻，我嘅內心有一份好真實嘅情感，佢屬於我，唔屬於任何人，我只需要承認佢存在，咁呢份思念就由一把刀變成咗一朵花。你唔需要為呢份思念做任何事，你唔需要打俾佢，唔需要寫信息俾佢，唔需要喺社交平台暗示啲乜，你淨係需要同自己講，係啊，我係想念佢喎。跟住你可以繼續你嘅生活。呢個就係接納承諾療法入面講嘅接納。接納唔等於喜歡，唔等於同意，即係等於我承認呢個事實存在，我唔再同佢打仗。好啦，講完思念，我哋再講另一樣嘢。歌詞入面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對比，激情捉喺手裏面，會化為灰燼，反而藏喺心底，可以歷久常新。呢句說話，雲兒覺得係俾現代人一記好溫柔嘅提醒。我哋活喺一個擁有嘅時代，乜嘢都要擁有，要打卡，要證明，愛情都係要確認關係，要公開，要承諾，要日日見面，要時時刻刻報告行蹤。但係呢種捉到實嘅方式，會唔會就係令到激情加速變成灰燼嘅原因呢？從心理學嘅角度去睇，呢個現象可以同習慣化扯上關係。我哋嘅大腦對於新鮮嘅刺激反應會好大，會分泌多巴胺，令我哋覺得興奮，覺得快樂。但係同一刺激重複出現之後，大腦嘅反應就會越來越弱。你第一次拖手，個心會乒乒跳；拖第100次，可能已經冇乜感覺。呢個就係習慣化。如果你將一個人、一段關係當成一個所有物，日日攞出嚟睇，日日檢查，咁好快，佢就會變成一件普通嘅物件，失去佢本來嘅光芒。但係，如果你將佢藏喺心底呢？呢個藏字好重要，佢唔係收埋，唔係逃避，而係一種保育。你唔會成日攞佢出嚟，你淨係喺某個深夜、某個特定嘅時刻，輕輕打開心裏面嗰個盒，望一望，然後合返埋。每一次打開，佢都係嗰個樣，保持住當年嘅美好。佢唔會被現實嘅柴米油鹽磨損，唔會被日常嘅爭執消磨。呢個就係點解初戀往往喺人心入面最難忘，因為好多初戀都係未完成嘅，佢被藏喺心底，沒有被捉到手裏面化為灰燼。佢永遠停留喺最燦爛嘅一刻。但係，雲兒要提醒大家一樣嘢，藏喺心底呢個做法好浪漫，但係如果濫用，都會變成一種逃避。有啲人會利用呢種藏，去逃避面對現實入面嘅親密關係。佢哋永遠掛住以前嗰個，覺得以前嗰個最好，而家呢個點都比唔上。咁樣就唔係保育，而係困住自己。所以我哋需要面對嘅第二個課題就係，我哋要分得清，乜嘢係懷念，乜嘢係逃避。懷念係一種情感，你見到某樣嘢，聽到某首歌，諗起一個人，個心會暖一暖，然後你繼續行你嘅路。逃避係一種行為，你唔滿意而家嘅生活，唔滿意身邊嘅人，於是你將所有嘅精神寄託都放喺過去，放喺嗰個藏喺心底嘅人身上。你唔再努力去經營而家嘅關係，你淨係不斷回味過去，咁樣你嘅人生就會停咗喺度。天各一方入面有句說話好弔詭，俾我相信世上有一種幸福，隨手可得，又永遠喺掌握之外。呢種幸福就係可能性。
係嗰啲如果當日我冇同你分開嘅想象。呢種幸福係最靚嘅，因為佢從未發生過，所以佢完美。但係佢亦都係最危險嘅，因為佢會令你忽略咗眼前真實存在嘅有瑕疵但係溫暖嘅幸福。雲兒覺得我哋可以容許自己擁有呢種隨手可得又掌握之外嘅幸福，作為心裏面一個後花園，一個避風港。但係我哋要識得喺適當嘅時候行出個後花園，返到嚟現實世界。現實世界可能好嘈，可能好污糟，可能身邊嗰個人唔識講浪漫嘅說話，但係佢會幫你買早餐，會喺你病嘅時候攞杯水俾你，呢啲先係真實而恆久嘅嘢。好啦，再講深一層，歌詞最後話，貪求思慕這恩賜，一切眼淚思憶都係徒然。徒然呢兩個字聽起上嚟好灰，好消極，但係雲兒有另一個睇法。我覺得呢度嘅徒然唔係冇意義，而係唔需要再追求一個結果。我哋東方文化入面有個概念叫做緣，兩個人相識係緣，相愛係緣，分開都係緣。緣起緣滅有佢自己嘅規律，我哋嘅眼淚同思憶改變唔到個緣已經滅咗嘅事實。既然改變唔到，咁就不如接受。呢個接受唔係代表你冷血，唔代表你冇感覺，而係代表你明白有啲嘢就係咁。你唔會再問點解係我，你唔會再問如果我當初冇咁做會點，你唔會再同命運討價還價，你淨係安安靜靜咁企喺而家呢一刻，望翻轉頭，然後同過去嗰個人，同過去嗰個自己，輕輕講一聲多謝。多謝佢令你知道，原來你可以咁深咁去愛一個人。多謝佢令你知道，原來被愛係一種咁溫暖嘅感覺。多謝佢令你知道，原來分離係會痛嘅，而你知道自己識得痛，即係你仲係一個活生生嘅人。呢個多謝就係對徒然最靚嘅回應。今晚我哋由心理學嘅依附理論講到認知重評，再講到習慣化，又講到接納承諾療法，最後講到緣同多謝。我哋發現天各一方呢首歌雖然只係短短幾分鐘，但係佢入面包容咗好多人一生都會經歷嘅情感課題。佢好嘅一面係咩呢？係佢承認思念嘅正當性。佢話俾我哋聽，掛住一個人唔使覺得醜，唔使覺得輸。思念係人類情感入面最自然嘅一部分。佢同時俾咗我哋一個方法，就係將激情藏喺心底，等佢成為我哋生命嘅養分，而唔係灰燼。而佢需要我哋面對嘅一面，又係咩呢？就係我哋要分得清懷念同逃避，我哋要勇於去面對眼前真實嘅生活，真實嘅人。我哋要明白，過去嘅幸福即使再美好，都已經過去。而家嘅幸福即使再平凡，都係屬於你嘅。所以啊，如果你今晚或者呢排心裏面成日浮現一個人，一個已經天各一方嘅人，雲兒想同你講，你可以繼續掛住佢，你可以繼續喺心裏面留一個位俾佢。但係當你聽日瞓醒，打開門，行出街，請你將你嘅注意力放喺你眼前嘅路上，放喺你身邊嗰個會同你一齊食早餐嘅人身上，放喺你自己嘅生活、自己嘅夢想上面，因為你都可以係別人心裏面嗰個天各一方嘅人，你都可以係別人喺夜深人靜嘅時候輕輕掛住嘅對象。而你最應該做嘅就係活好你自己，等自己成為一個值得被掛住，同時都識得去愛人嘅人。人生就好似一場深夜嘅廣播，有啲人會由頭聽到尾，有啲人聽咗一半就轉台，有啲人即係喺某個深夜偶然間聽到，然後覺得呢句說話好似係講俾自己聽。無論你係邊一種聽眾，雲兒都好多謝你，今晚用咗你寶貴嘅時間，坐喺度
聽我講呢一大番說話。我係雲兒，今晚嘅輕撫你的心就到呢度，願你有個好夢，願你心裏面嗰份天各一方嘅思念，今晚可以安安靜靜咁躺喺月光底下，得到佢應有嘅休息。我哋下次再見。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，你有你嘅生活，我繼續我嘅忙碌。但假如有一日，我哋真係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，我哋會點下頭問候一下，然後已經唔知講乜嘢好，因為你會發現我已經改變，正如我可能唔再認識你，但係咁其實又有乜嘢關係呢？我淨係知道喺呢一剎那，我係想念你，誰令我能情深一片，令我輕柔如水清澈，令我心靈回復恬靜，令我拋棄內心牽掛，重拾往年純潔美夢，讓我心靈重得安慰，讓我安躺月下。其實乜嘢先至係真實而恆久嘅呢？或者我應該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，俾我相信世上有一種幸福隨手可得，又永遠喺掌握之外。有時激情捉喺手裏面，會化為灰燼，反而藏喺心底，可以歷久常新。貪求思慕這恩賜，一切眼淚思憶都係徒然。誰令我能情深一片，令我輕柔如水清澈，令我心靈回復恬靜，令我拋棄內心牽掛，重拾往年純潔美夢，讓我心靈重得安慰，讓我安躺月下，讓我安躺月下。